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1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即马当是封汛的时期，海岸线的安全防护嘛列为重点。今年市府消防局特别整合海巡、警政等单位的资源，上午选定安平渔港进行安全抢救演练，就是希望让执勤的人员，若是拄到民众跳水自杀，或者是渔船烧起来等等的各种状况。会当将救援应变的时间缩到上低。该名通缉犯看起来相当的紧张，而在躲避的过程之内，不断的往回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通缉犯呢央求警方人员不要追击他，他只是不小心被通缉而已。而在追捕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通缉犯不断的往前跑，警方人员很迅速的准备要将他逮捕之际。看到该名通缉犯一个跨身，马上准备要入水中，准备要逃逸。可以看到该名通缉犯因为不按水性跳入水中之内，开始后悔大声呼救。上局为提升重大溺水案件应变能力，上午特别结合警察局、动员海巡署等各机关的人力、车辆、救援专家加救生器材进行抢救演练，会中包括民众跳水、民众自杀、通缉犯逃亡落水、甲渔船起火等应变的情景，确实过程相当逼真。除了代表训练有素，顺利将资源整合。消局长嘛特别提醒，但是有侪海域看起来平静安全，不过却潜在危机，绝对唔通随便落水。今天演练的状况，大概针对我们的相互的通报以及救灾资源的整合，那么大家快速出动的救灾能够做一个综合的演练，那么也让这个呼吁我们的民众大家能够注意夏天的戏水安全。我们台南市的危险海域大概是黄金海岸，还有关西平台，还有四草大桥之下，以及我们沿岸一直往北的这个海边那么现在是炎炎的夏日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市民，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要随便进入这些海域来做戏水。为何水域安全持续办理专业的演练，虽然是市府的责任，不过市民嘛提高防溺意识，确保家己的生命安全。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在古都保存改造文教基金会以及台南社区大学的热情邀请之下，日本京都知名的专业庭师上午特别来到台南公园参观，并提出专业的景观修复建议，作为未来改造台南公园重要的参考依据。一行人伫咧台南公园内底，哪行哪看。日本京都知名的专业庭师北山安夫也针对目前台南公园的状况，以专业的判断提出意見。だからあなた方はもうみんな根っこの上を踏んでるのと一緒なんやこれ自体は。だからこれも分かるけど、それを先に言うてあげてほしい。他说，如果是这么大的树的话，就是因为叶子已经到这边了，那它的树根一样到这边，所以就你买他说这样做，就只有围起来这边的话，就等于是还是就是材料树根一样。所以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小围起来是没用的。OK。这届北山大师的来访，会当讲是侪民间团体拍拼的成果。因尽力促成这届活动，就是希望会当让台南公园百岁生日以后，会当愈变愈好。去年呢，安排他来已经看了一次，那他觉得呢，我们可能有一个做法会比较好，那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呢大家来看看听听他的意见。那在这个整个公园造景他可能认为最早可以修复，然后花的钱最少。然后呢，对未来可能有，未来的100年有更好的期待。他认为呢，不应该大肆的这个修改或者是增建等等，
但是他认为只要把以前曾经做过的那个瀑布区先做一个示范的造景把它复原呢，可能是有日本概念他们当初造园的一种形式概念的方法，那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如何维持台南公园的自然景观并永续发展，同时可以当运用现有的景观设计来做出符合台南人喜意的公园风貌，会当讲是台南公园100年守护上界重要的课题。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市嘉年华会限定推出以多元新家、包容无私的爱为主题的冰机，同时业者为着要扩大推广，佮特别打造了一台卖冰的脚踏车，上午伫咧北区区公所首度正式甲大家见面。多元的爱情滋味，有甜有酸，也有微微的芳气。这届台南市市嘉年华会限定推出的4种冰机口味。就是要响应市长多元新家，尊重相爱的人做伙的权利。那今天是一个开端，今天我们也特别跟我们北区户政事务所来合作等一下请杨主任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大概这样的一个由来，我们这个几方面的结合了那今天一个起点，我们希望在7月22号礼拜5晚上7点在我们新基宫的那个庙口。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参与市长尊重相爱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从今年2月1号开始，开放同性注记。那只要涉及台南市的，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申请同性注记。那从7月15号开始，又开放与台北市、高雄市合作。那只要涉及这几个县市的民众，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办理。为着大力推销这届的多元爱情水果冰，业者佫特别打造了这台卖冰的脚踏车，要无定时、无定点，以快闪的方式来卖冰。今年呢，特地推出了奇美一个非常好的冰棒，那总共有4种口味：芒果、荔枝、凤梨、柠檬，这4个口味来呈现说我们整个单纯而且无添加的一个冰棒概念。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呢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冰棒，因为我们真的是无添加单纯爱。那透过包装的设计，可以呈现到说，我们不管是任何一种口味，都能够组合出所谓的多元成家的概念。那不管是男男、女女，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们都是用我们这样子的冰棒来支持。这台多元爱情水果冰的专卖脚踏车，第一站的快闪地点将要伫7月22号，淡大观音亭书店行政宫下午7点开卖。想要品尝无同款爱情冰机滋味的民众，会当前往品尝。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有台湾天空之城称号的石鼓文创园区，伫咧暑假期间特别办理夏日艺术季，不但邀集侪国际艺术团体进驻表演，佮特别办理了巴西鼓的夏令营活动，并且巴西甲非洲的画籍老师进行指导，要用音乐来热烈整个热天。石鼓文创园区举办的夏天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这次特别将活动延长到整个暑假，汇集巴西森巴鼓队、日本和泰鼓队、次世代摇滚乐团、甲石鼓打击乐团，要带来特别的艺术响应。我们连续举办4年以来，今年度2016年的夏日艺术季，我们从艺术节变成艺术季，主要是把它整个节目延长到整个暑假。那我们也邀请到。今年比较特殊，是我们除了石鼓及乐团的表演之外，那我们也延续往例，就是有邀请国际的一个表演艺术团体。那今年就是邀请到日本的戛纳和代鼓团来驻村演出1个礼拜时间。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今年我们很特别，还有在7月30号的这一天，有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的次世代摇滚乐团来举办一场草地的音乐会，是他们的1个小时的演唱会吼。为着要让囡仔接触乐器甲舞蹈，石鼓佮甲凯德森吉乐文化公司安排了巴西鼓的夏令营活动，并聘请非洲甲巴西的专业师资指导。
道，将伫7月30号迄天用采歌游行的方式来发表新歌。这世界上所有的音乐的起源都来自于非洲音乐。那莫哈瓦尼老师这次非常非常荣幸，他能够就是来到台湾这边。那我们这次所举办的巴西夏令营6天5夜的行程呢，主要的音乐风格是 Afroshade。那这个 Afroshade 的音乐风格呢，是从非洲流传过去巴西的。所以那巴西老师蒂古老师这次也非常非常荣幸，2位都是来自于巴西跟非洲，就是非常著名跟经验丰富的老师。那他们很荣幸能够把这个文化带来台湾这边。他们在非洲任何人都是音乐家，就连小婴儿都可以成为音乐家。他们有敲打的方式，他们有这些独特特殊的击鼓的方式。那所以老师这次带来的是关于非洲的一些乐器，然后融入这巴西的音乐。那巴西老师蒂古老师这次带来的是他们巴西传统包含所有很多乐器的起源。那当然，因为在巴西跟非洲他们的传统音乐上面，他们的乐器也会有所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些乐器的不同也会在这次的夏令营跟他们的各自的演出里面去展现。就是这个音乐是不分男女老少，那也不分是年长或是年幼，那也没有分你的年纪，就是这是一种文化。是个文创园区的夏天艺术季，将于7月23号到8月31号展开，欢迎民众到店用音乐来度过宁静的夏天。台湾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准入文教基金会胜利之声广播公司电声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2016暑假儿童广播营，对即日起到7月22号进行为期4天的活动。这届也另外加入了不只是爱联名伫咧现场制作的布卫生棉，要送到非洲，予有需要的非洲少女。一年一度的暑假儿童广播营，伫咧胜利之声广播公司举办。活动之间，向小朋友介绍侪广播的古早文物，了解过去广播的历史甲演进过程，希望予小朋友一个充实趣味的暑假。每年这个活动都是会吸引很多小朋友来参加。那主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口播正音，然后广播稿的写作、新闻写作，然后音效 DIY 等等的，就是希望说利用这3天半的时间，让我们的学童在暑假可以充实他们的生活，然后也是借由这些课程可以训练他们一些口播技巧，然后在表达能力上面的训练。同时，这届也有不只是爱联盟的爱心手做卫生棉，现场侪志工小朋友用心制作，而且手写卡片，伫咧物质上以及心灵上帮助非洲的少女，同时爱护地球环境。那么遥远的一端，却只能利用做一些性交易去获得一些卫生棉，所以我想说，就是借着这个活动，然后把我们的祝福送到那遥远的一端，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利用，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不用再糟蹋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获得这些物资。志工中心也培训了广播活动志工，总共17位，担任营队小队副，锻炼小朋友伫咧广播室学习声音的吸引力。对志工来讲，也是真难得的训练。透过参与营队活动，学习如何甲小朋友互动，如何做好志工老师的工作。台湾新闻网早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不管是环保的角度，或者是体验手做的滋味，近年来拼布愈来愈流行。其中18当前就踏入拼布艺术的创作家邱千芳，因为看准桂子山有一大片的受种资源，会当进一步运用来染色，
所以嘛，互伊选择进驻水高社文化园区进行教育教导，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实地体验。在别当前就开始导致频频创作的邱清风对身躯顶穿的手提包到上底各种配件，只要原料是布，拢坚持要家己做，就希望享受手做的趣味甲独一无二的风格。同时，作品除了适应多元的变化，甚至会当当作装饰品，加上用力舒缓的创新，拢成为这些学生学习的对象。像这些壁饰啊，我都会用来做被子。做被子来使用，然后也可以做装饰品。那如果做小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杯垫，然后做袋物、做衣服。只要是布料可以用的东西做出来。像之前我还有做娃娃，用它来做植物染的娃娃，然后现在又要用植物染的布料做植物染的卫生棉，让大家来使用，体验手作的乐趣。然后尽量都是让大家可以 DIY。慢慢的去设想说如何简单可以 DIY 的东西，自己做才快乐，自己做自己使用。对邱清风来讲，因为作品讲究质感，过去布料拢是进口日本，不过现在为了将商机留伫台湾，开始大量运用台湾布，同时嘛看准水高社文化园区当中的桂子山有大片故事，可以伫在地取材来完成手工泥布。因为想要来这边就取这边的植物，然后染出这边的植物，在地这边的植物，像构树它可以染出它的颜色是黄灰色的，对。然后我们想要用这边台湾的布料做台湾的题材，然后染出我们台湾的色调。像台湾有很多的植物都可以染出不同的颜色，然后做出不同的作品。每个月不管泥布、拼布，或者是纺织，拢会推出不同主题工作室，嘛邀请有兴趣的民众来体验手作的滋味。电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43岁林小姐是糖尿病病友，就算食降血糖药啊，指数犹原偏悬，而且听到药啊加重，可能会让体重增加，一直无愿意配合。即马一种新的药啊，会当兼顾降血糖甲控制体重的效果，让林小姐愿意接受。血糖甲体重的控制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拢真重要，但传统第二线用药容易造成患者体重增加，接受度较低。而且一旦体重甲血糖控制无好，佮下边血压、血脂相关，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此，新药的运用会当避免这寡问题。血糖高的情况，血糖高到最后会引起并发症、中风、视网膜病变、眼睛看不清楚、突然间倒下来中风嘛，还有洗肾。台湾人洗肾王国第一名的原因就是糖尿病，所以我光降血糖就有这些效果，这个药就是一个很好降血糖的药。第二个是我们糖尿病的情况要注意体重的增减，在这个个案林小姐因为他本身从事艺廊工作，他不希望自己的体重在因为使用药物之后有些变胖的情况，他本身就有一点微胖了，他很在意，所以这个刚好可以让体重降低的药，他在选择使用之后，他才让他原本控制不良的血糖，因为可以使用这个比较不影响血糖药，他愿意去使用，而造成了血糖控制比较好，体重也降低。但是医师提醒，该药物是借由泌尿道排出体内的糖分，会增加泌尿道感染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加补充水分。而且药剂功能不全，也是活动性膀胱癌的患者，都不适合选择这项药物。第一个，这个药是经由肾脏把血液里面的血糖排到尿液里面，所以尿液里面的糖分出去一定会造成比较多嘛，所以我们泌尿道会充满着糖，生殖器官旁边也可能会有一些糖分的增加，这时候就要注意泌尿道的卫生。你要多喝水，把这些原本这里面的糖多排出，否则容易造成泌尿道的感染，甚至是生殖器官的感染。第二个是，这个药物是经由肾脏去做排泄的，所以你肾功能太差的话，不适合使用。因为肾功能太差，我就无法经由肾脏把这些血糖明显的降下来，去把它做排出。
然后另外有一些活动性膀胱癌的病人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医师指出，该药物伫今年5月1号开始纳入健保给付，伫控制不良的情形之下，伫第二线使用，经过医师的评估，若是无符合规定，就必须自费。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基美病院伫顶个月连续有2位急性鼻窦炎的病人，经过抗生素治疗无效，而且病毒已经入侵目睭鳞，差一点就失明。经过内视镜手术引流，镜头才渐渐改善。因此，医师建议，若是片仔塌掉的老黄片持续1礼拜以上，佮合并目睭肿痛，就要赶紧就医。急性鼻窦炎大部分是由病毒也是细菌所引起，鼻腔黏膜会出现发炎不良的现象，而且若是累积伫鼻窦内底，严重的就有可能侵犯到目睭、大脑，造成目睭肿痛甲脑膜炎，甚至演变做青霉，佮有性命的危险。一般来讲，急性的鼻窦炎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说，你可能会鼻塞啊、流黄鼻涕啊，或是鼻水倒流。但是更严重的鼻窦炎它可能会导致那个眼睛肿胀啊，甚至会导致会头痛，或者是说会有那个引发到脑内的话，会导致脑膜炎如果是眼睛肿胀比较严重，会导致眼睛周围会纤维，会导致蜂窝性组织发炎，或者是那个眼睛周围的脓疡。那如果压迫到视神经可能会导致会失明。那如果引发到脑内，导致脑内脓疡的话，会导致生命的危险。针对急性病毒性的鼻窦炎，大部分拢是根据镜头的情形来进行治疗。你若是由细菌所引起的，就需用抗生素改善。不过一旦超过3个月变成慢性的鼻窦炎时，就可能要动手术。鼻窦炎的话，如果是急性的鼻窦炎它分2种，一种是病毒性的一个鼻窦炎那病毒性的急性鼻窦炎大部分是症状治疗。症状治疗，例如说，我有发烧，那我就可以给一些止痛药。那如果是组织肿胀，我给一些局部的类固醇。那我鼻塞的话，给一些交感神经的作用剂。那我流鼻水、打喷嚏，我给一些抗组织胺。那一般来讲，病毒性的一个鼻窦炎只需要那个一些症状治疗就好了。如果是属于急性的一个细菌性的一个鼻窦炎的话，通常需要做一个细菌培养。那服药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服用10到14天的一个抗生素。医师提醒，急性鼻窦炎所引起的老黄色片水，也就是片仔塌掉的，持续1礼拜以上，也就是合并目睭肿痛，闻袂到任何的气味，就一定要赶紧就医。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坐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28度至31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3级到4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7月1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